其实这也是两个党的总统候选人到现在为止要解决，就是说不是计算说怎么选胜利比较高，人家讲是说，如果你来做，台湾会好一点。那你说什么叫台湾好一点？这两个原则嘛，台湾的整体利益，还有人民最大福祉。我发现不管国民党或民进党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每天都在算说怎么做，然后怎么操作这个总统大选的获胜率会比较高。问题是你们赢了对台湾有好处吗？这才是问题。人家讲说你们自律执政，台湾会更好，讲得出来，这才是重点。他每天都在想说怎么做选举会赢，好讲你选赢了，我们痛苦日子有什么必要？好来，好，谢谢。这都可以讨论的。不然大家讲，如果以选举的策略考量，更多选胜率最高。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，想说怎么做，会最好。国民党目前见面的状况，来讲我也不晓得，这个大概给幕僚去排时间。这个坐下来谈一谈也好了，就是大家干脆有关的人，大家坐下来直接交换意见，看看大家想法怎样。有没有希望什么时候可以见？有没有希望什么时候可以见面？那到时候是不是以公开的方式，也避免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好像是密室协商？不晓得，这个问一下他们，这个就他们要去安排，我是没什么意见。希望谈什么内容是方向？我是没有预设什么立场，反正是谈谈干嘛？对谈整个长期走向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是吧？忧心归忧心嘛，烦恼完以后总是要想想看说下一步要做。每个人都把真的想着好像这个我算计了。我有时候晚上看那扣节目觉得有趣，其实事实的真相，我是完全没有招死的。南部是有特别讲到，公股银行好像有特别都有一些扣打来帮忙募经费，然后被指说是帮总统蔡英文，然后绿营有要求您要提出证据，否则要道歉。没有啦，不要老是玻璃心理大队。事实上选举的时候那个有没有那种募款监会，大家要，其实他们就听说那贪钱的贪是分贪的贪，那听说贪污的贪，大家玻璃心实在是。选举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主要的这种大的庄家要去负责那个募款的扣打，这本来行之有年，又不是现在才有。所以你觉得总统现在有听到心碎的声音了吗？没有啦，现在讲这个都没有用。老实讲，这个执政要咬紧牙关，执其道而行。坦白讲，我自己做过以后才知道说，实在是要很大的意志力。像那个陆客。